如果你小朋友2歲嘅時候已經記得晒26個英文字母，3歲去到面試班背得出所有嘅標準答案，好叻喎！但係重點錯咗。喺 AI 時代，做家長要重新思考，究竟我哋應該要培育小朋友邊方面嘅能力？第一，要培養專注力，係要當佢專注嘅時候，你俾佢繼續專注。第二，好奇心。好奇心係每一個小朋友天生都擁有㗎啦。問題反而係會唔會係家長喺日常生活裏邊嘅過度保護，令到天生嘅好奇心喺不知不覺間慢慢消失。第三，自信心。自信並唔係天生嘅性格，而係後天培養嘅能力。一個自信嘅小朋友探索更多，嘗試更多，從而學習更多。華德福教育從幼兒階段開始推崇自主遊戲方式，培養我哋小朋友嘅專注力，保護佢嘅好奇心，通過活動，通過遊戲，令到佢更有自信。下一條片再見，拜拜。